爱都相爱留一片一面。同样都属于之间。哎呀，假如天发，如讲阿婆给脑中风，然后结果下班很可怜，下班下雨，然后边骑边哭。姑娘娘因哪的哪？基本上我来感谢我太太。当初用的脚多去啦。个后生真强啊，看到该球喏，是最强啊，最强。三姑娘哪从啊，心莫开哟，莫错过的心上，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來。好了，今日6場結分賽安尼，天一禮拜，天一禮拜啊，哈，嘿，好好把握好上禮拜明一的禮拜分數。對啊，上禮拜安尼地方國腳組的分數就差某一度，哦，差一點點，對。來啊，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先生啊。6個你先生，7個你先生，總飛先生，劉春飛先生。對啊，最近啊，即摸油台的8點檔，接就會談到一條東後堂的火爐歌，啊，嘟好，主唱者就站在我旁邊，哎呀，這好巧啊，這個，哦，一條歌沒有都等天光啊，等天光是上一張，上一張哈，上一張。好好的，这就是你。呢條歌大家已經會唱嘅，等天光。所以今日要落好新歌誒，新歌誒，不能太個好新歌誒。大家來唱，安尼拜託哈。海軍安尼客家甜心，厚厚的帶了一條後堂的歌，很多思念來救鬼。思念來救鬼。獻唱誒。思念是社会，目着你无大早的情过，一夜又一暝，甲阮牵做伙，风雨中的情花为你掉落地。你对我若像水中过，放伫手中免牵白。我的人是你的，生生世世袂改变。缘分啊，行到底，伤心爱一回，我的心才坦白。爱你所有的一切，爱到最后你是别人的，心只有思念来照过。我的人是你的，生生世世袂改变。缘分啊，行到底，伤心爱一回，我的心才坦白。爱你所有的一切，爱到最后你是别人的，心只有思念来照过。来宾请掌声鼓励，尖叫声在哪里？谢谢。
谢谢。哎呀，哇，哎，所以你看，一个人能够哈站在舞台上这样屹立不摇，其实有他的这个道理在啊。真的假的？你很少夸奖人呢。没有啊，你上一次登你干嘛破音？等天光就很棒啊，真的。我是比猜歌王，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比猜瓜哦。而且罗哥他的那个专辑做的很特别哈，是不是跟吉娜罐子一样，很像呢哈？概念是。哎，你真的拿的理所当然了哈。那个上礼拜宣传过了。我就是故意要留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张是吉娜罐子的。对。这张是你的，你看大小就差多少？我跟你讲，我平常呢，其实我是走比较精品路线的，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呢，只要放在那个架上的话呢，它是所谓是归类为精品。那这个的话呢，就放在儿童区那边去的，对，童区都会一大本的画本。那我这个呢，是真的掏心又掏肺又掏肝，然后又掏肾，什么都掏出来，让你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买这张专辑。哦，不过你看亚条歌的唐也做后歌哎，不管男生唱，这很好学，女生唱多好听哎，他真的很好学，小孩子唱应该也很好听。哦，这首歌是石国人老师写的歌啊，哎，是石人果是哦，石国人老师。石国人老师，是，石国人老师也很厉害啊，写了很多也是一个很年轻的，非常这个经典的歌曲啊，哈，对，大家多多支持啊哈，海军的歌诶，思念来救鬼。积分水比赛规则，每礼拜由无抽样的主题，参赛者7家选过的，经过6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后堂的歌诶，唐特以后。来公平哈，来，咩公平？系讲规则哈。国立老师，好，今日主题系神梦而嘅爱，今日呢，我要求大家嚟献一首歌曲，献俾3人，献俾乜嘢？献俾人心中最伟大嘅一位母亲，表達你對佢嘅感謝。好，演唱時間，我哋建議係，盡量留一個首歌一個重心，放在感情嘅部分，我用去把握唔唱一首歌嘅感情，我用強衝去分批，也所以今日也是主題嘅輕鬆嘅重點，但是你能夠留一件事情做好，符合今日比賽嘅主題，係你分數就會高，嚇。透過一個歌曲嘅表現咧，嚟感動大家，也最輕鬆嘅最基本一件事情可以做到啦，哈，加油，謝謝。好，謝謝。就像剛剛海軍衝那條數量來救火，就真的感動到很多人啊。對，其實這個有符合到明天的母親節的主題，思念我的阿嬷。因為我從小就是我阿嬷照顧長大的，對她有很深很濃厚的一份情在，然後這輩子呢不會忘記，然後也不想忘記，對，也不能忘記，也不能忘記，對，好，你真的好會唱哦。怎樣呢？你今天一直 murmur 這一句。好了，對，有唱 TV 參賽朋友。狗子場帶來最強嘅阿婆。哦，嚟彈吉他。今本要唱嘅歌曲係最強嘅阿婆，然後係獻俾那個阿婆。以後上的時節，你每家咩摘茶，結婚以後去馬祖嘅開擔、存錢、吐生人，你知道做一隻阿美食材凍強，希望阿婆都得身體健康、平平安安。阿婆，日本時代來出世，大到山當邊拉歌，從細扎插為先發，愛的要該扎扎該阿婆，日本時代來出世，大到山都無數頭。從細做工為先發，從家鄉對自悟，從細做工來勇敢，
精神共团总理，扎查坡，你长安什么？去讲爱了配给老人家，忧伤的世界，全部没安辛苦，走惯嘞。讲爱了配给老人家，跳摆辛苦走惯嘞，喊来喊到输要被打开，擦擦流来爱诺擦难，太心落来擦。三心落来了那心内，有意落来谈，从家口为止，从谁走过来勇敢，精神共团总理，擦擦破。你长安什么？哦，去讲爱了配给老人家，忧伤的世界，全部没安辛苦，走惯嘞。哦，去讲爱了配给老人家。跳摆辛苦走惯嘞，喊来喊到输要被打开，认真讲你可以去讲给阿婆。哇哦，你可以。棒哦！哎，这首歌他唱起来又有吉卡咪托呢。郭琼黑也亚国用哎，哦，没有别人的影子。是好会唱哦。是啊，好厉害，好厉害。对对对。哎呀，要像我现在条歌其實佢哋都寫嘅歌詞就諗係阿婆自家頭擺嘅想法差唔多。阿婆也88歲，佢頭擺咩休長時間咩啲茶園摘茶。哦，摘茶姐妹。摘茶。結婚以後就會。開擔啊，開擔，開女媽祖嘅，知道一隻做一隻阿妹為家庭嘅付出是本人都感同。所以讓阿婆頭擺嘅辛苦嘅一面，你有看到啊？我冇看過嘅，堂哥，堂爸爸，堂多，人家後生人堂多嘅時節，有感覺咁有可能。頭擺時節咁樣，細時節堂都其實是冇用嘅，就知道哦，我開擔哦，咩唔可以自己開單去開乜嘅東西，媽祖嘅有伊辛苦，比下做生意，從比下還要辛苦。其實他以後就會知道，其實某一天喺做乜嘅事，其實每隻家庭嘅爸爸媽媽都為自己嘅生意付出更多。對呀。所以你還沒有當爸爸媽媽的時候，你根本完全沒有辦法感受到哈。對啊，不知道那一種半夜起來泡奶奶，對不對？半夜起來泡奶奶。又睡唔貼。睡唔貼，對啊，還有小孩尿床。我那個都是甜蜜的負擔，雖然很辛苦了啊，但是因為我們如果真的你沒有這個親身經歷的話，你根本都唔知那種辛苦嘛。所以好。OK， 很棒哎，懂得感恩，是，很棒，好。好，最想给阿婆国位了啊，对，郭立老師。上一集我講過一件事情，如果現在到比賽到這個階段，每一個人最好都有一個固定自己穩定的發展方向啊。那慢慢的，有些人做到了，有些人還在做到一半，自稱你就是做到一半的那一種，這種人，上次你把味道掌握得很好，方向很對的時候，評審對你很激賞，就像今天。那有時候你還在飄，那個味道好像沒有那麼完整的抓住自己的方向，又好像是高志成，又好像是別人這樣子。
那你今天表现，就是我刚刚前面讲那个例子，你用 R&B 去唱这首最讲的 Apple， 这就是你高志成最会做的一件事情啊！你就要好好的把这个方向走下去，去做这件事情。不管你超慢你在国外，你既然擅长 R&B 的唱腔，你就用 R&B 去唱，没有关系。你每一首歌你都用 R&B 去唱，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我会很乐意接受，因为那是一种创新的唱法，那也是你个人的特色，好不好？我给你这个鼓励。今天我很喜欢你的表现，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好，那你来看一下加个分数。果汁厂的分数。谢谢老师。你自己从这样罗国义老师的分数这样看过去，看到那里会不会很气啊？就心寒了吧？不会，就心会寒吧。我自己看到24，改20，为什么22？还有进步的空间。没有，在这边解释一下，前面 A 段、B 段进入副歌之前，你的 key 都是跑音的，你和声进行跟那个乐师搭配的，事实上，乐师在做的这个有转 key 的、转和声的这个部分，你全部都唱错了。全部都唱错，所以第一段、第二段你的 key 事实上听起来是3度音，然后是在边缘这边走，所以就制作的角度来讲，你的 key 是错的，没有到位 ，pitch 是跑的。那如果说以和声变奏的或者转位的这键盘转位或者是吉他转位，1转2转，那个声音还是落差一点 ，pitch 不准。所以你会不会冲了懂后，但是前面2段我还是要扣分的，所以这边你要特别注意。好。阿布拉老师啊，他挑的东西都跟人家不一样。阿布拉，他有他的独特的见解。阿布拉是什么？有啊，阿布拉。阿布拉老师。好，谢谢，好，回座休息。好嘞，沙来。有经验带来一辆碰先生。好嘞，唱个来。匆匆嘅木檐下，因你错了嘅冲脚灯。因为阿婆 Q 年就够神了啦，转都不开时间，就少了一个人在那边等待的感觉。跟我懂空虚寂寞哟。有时有你就会看到天光。阿哥你都感冒喊阿曼哥。你为什么会唱印尼歌？因为妈妈是印尼华侨。啊，是啊。就是妈妈在17岁以前是印尼人，18岁以后就是台湾人。17岁以前，他18岁来到台湾跟工作。谢谢阿布，辛苦把我们养育长大，一路上照顾我们非常辛苦。虽然你远在屏东，不能常常见面。但是我还是很爱你，希望你永远健康，阿布爱你哦。交代爱身體愛無錯，天寒世界愛做假掉心。從愛三條路已經有3年，世上為相依阿妹嘅字眼，相知嘅心肝，終身唔敢忘。愛為啥嘛愛為打拼不負你期望，天意漸漸寒，身作螃蟹衫，秋將春風吹愛心肝。從愛三條路已經有3年，世上為
严寒，身作螃蟹伞，秋江春风采人爱心肝。一条歌喺啲人嘅節目當中啊，接出現，接出現，但是由於參嘅時間當叫冇演唱了，係。這樣是什麼？為什麼？因為我按緊張按串。對，有點緊張。我想到我在屏東的媽媽，有點想念她。每次她想念她的時候，就會打電話給她。有時候電話都講好久。跟媽媽好有話講，對呀，感情好好哦。講了都。最少要超過1個鐘頭。好長時。哇，什麼啊？有話講不完啊，那就啊，因為隨便問亂問，什麼都問。久沒有看到啊，對，聽到聲音也開心哦。對呀，我說講電話講這麼久很貴呢，都也不會比車錢貴啊。哦。好了，再講一下，再講一下。那如果媽媽想要看到你呢，怎麼辦？會上來嗎？她會叫我弟弟下去把她帶過來。住個10天半個月，再把他帶回去，這樣子。那很好哎。直接去屏東把他接過來啊。對，因為我弟弟也住在桃園。OK， 好，唱完了好，請老師講評。周老師。好，今年姐姐你好。你好。你看你下吼，你唱衰嘞，老以前都冇強樣，以前你唱衰你會有一點自信，就老師你剛剛唔敢看藝唱冇？你是唔免知道講，佢比有迄個無一家上嘅暗號。吼，我先講，根本你也是迄比感情，啲感情嘅部分嚟講，當然做咗動作。你講家講媽媽嘅事情，也自家變媽媽，當然你感情嘅部分係知道做咗動好。唔過你有首歌曲，因為佢算係國民歌嘅，大家都會唱嘅。你要當到技巧，嚟做動好。唔過你有首歌曲。不用踢到技巧誒，你踢一可以是秋風吹，就踢床誒，你冇？喺牛屎踢床，戲踢床，想要表現技巧嘅時節，你一首歌曲除非打亂你嘅感情。秋風吹你家人。除非講，除感情嘅部分，除非一直干擾到，吼，特別失誤嘅地方，我知道係自己被自己打敗，你冇發覺，好冇？後背對陣來，加油！謝謝老師。我發現這首歌不太適合他，你唱這首歌太簡單了。你要唱很難的。對呀，思念你救鬼啊，一樣啊，華爾茲。來救鬼啦！什麼思念你救鬼啊？來救鬼。有這首歌啊，思念你救鬼，哎，那是以前的不好聽，思念來救鬼比較好聽啊。好了，謝謝哈。來，我看分數。看分數。有經驗的分數。謝謝老師。那可惜了，你上禮拜尤少奇老師才說你搞不好是冠軍呢，最後冠軍是你，結果。啊，都沒餓了起來，都沒餓了起來。屁事啊！屁事啊！阿啥？OK， 好，繼續加油，好，謝謝，阿輝做休息。有一點點失落了。好，我可以一查個查案多。差很多哎，他現在要重新來過了。很辛苦。砍掉重練了，對不對？好不容易哈，真的。好了，撒下來。來分組帶來紀念。來，睇下啦。也算咩係我自家創作嘅歌曲，我獻俾我嘅阿婆。感謝阿婆喺我細個時節就照顧我，未動傷我。希望也算歌嘅喺天堂嘅阿婆做得聽到，嚟未留一份感動獻俾大家。轉到無卡，長長冷冷嘅無糖，看到你嘅身影，暗上影，重重嘅屋檐下，因你錯了嘅重腳墊。
点点看电相片，很相爱通伊的送，彩梦伫背，明窗下的松海，片面行过了几多年，拼过的三处地背只留下遥遥望望的相片。阿婆，爱你若唱歌半年汤，你有汤多么？你也不是生你的，你该好好过。哦，阿婆，体有白眼里小一强当明窗，温暖的相思难得爱，你还记得吗？阿婆，爱你若唱歌半年汤，你有汤多么？你也不是生你的，你该好好过。阿婆，体有白眼里小一强当明窗，温暖的相思难得爱，来通离窗。默默打落桑，默默打落桑，我可是你自给他君当过，一朵子我是你可大塞那。哎，主持人好，这个继上个礼拜哈，带来自创曲啊，副歌自创曲啊，副歌以后，今文艺没看到带来自创曲，系啊，这强首哦，献给天堂的阿婆，因为阿婆去年就过身的啦，去年当这哦，对啊，所以那个思念的非常浓烈，对，就会转到不开的时间，以前都动脑嘢啦，佢就会抽电嘅电的，就脑杯无糖，脑杯嘅电的抽电，肯定人进来，就当欢喜安尼，佢就过身的，我们一回去的时候。就少了一个人在那边等待的感觉。跟我懂空虚寂寞样安尼。也还同样唔知查当风哎，哎呀，就吓出来。抽哦！哇，你开车的时候好多事哦。你开什么车啊？就汽车啊。我从年轻开车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在车上。可能是常常就总喊啊，就你。哦，我请罗国立老师，你有办法这样坐在车上就慢慢把歌？会，没关，没关啊。所以我会随时带起录音笔啊，分声唱到就好了呀。哎，光皮光太忙，很简忙啊！来，慧茹老师，是文竹，谢谢你哦，今天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一首歌。其实我在听你唱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可以再升半个 key， 对，不应该会比较好。好，因为你前面低音的部分哈，你跟音准都冇马虎。转到无卡，强强朗朗嘅无糖。把低音练稳，一定对你 Hellback 比赛是有帮助的。如果你的低音稳定度不够，只要每一个 A 段可能会偏低的时候，就可能是你的致命伤哈，就很可惜哈。那加油哦，今天也是低音的部分比较需要加强。好，谢谢。好，按那就看一下两个分数了，来文竹个分数。谢谢老师，很棒哦，分数很好安子 C， 自己加油，好，安子 C， 安子 C， 回头休息，好，沙雷，王一涵带来有时有你，来谈个啦。廖是我们很爱创作嘅歌曲，我很本嘅阿妹，阿妹是印尼华侨，古时候歌词地位有讲印尼话，
其实耶稣歌曲唱的是另外一种对家乡的思念。每感谢阿妹按辛苦照顾我，阿妹阿姑真感恩。哥哥给挂在天堂，的工作是全部按撒满，有几只条的在树边有了，见来见到嘅，大家欢喜嘅潇洒，做本意共用，见本意没共用，描写描意，爱记得小命快乐。做本意共用，见本意没共用，有时有你就会看到天光。Aku rindu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akan di sini menunggumu. Aku cinta kamu, kamu halamanku selamanya di sini menunggumu. Tak sanggang 생의 도자水在走向风ram中순간 여기 잡투에 손님 유라 길来길 도게大家欢喜嘅潇洒做本意共用見本意沒共用描寫描意愛記得壽命快樂做本意共用，見本意沒共用，有時有你就會看到天亮。Aku rindu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akan di sini menunggumu. Aku cinta kamu, kamu halamanku selamanya di sini menunggumu. 就算流水暴風，無共用嘅地方，都為你天空2800公里，就算當然都係愛嘅故鄉。Aku rindu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akan di sini menunggumu. Aku cinta kamu, kamu halamanku selamanya di sini menunggumu. Aku rindu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cinta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rindu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cinta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rindu kamu, kamu halamanku. Aku cinta kamu, kamu halamanku. 와, 两位好，两位好。 Hello， 欢迎。你好啊。好。那贵姓？贵姓？我叫友豪，对。友豪。友豪是第一次合作吗？第一次合作。对，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你发觉这首歌客家歌啊？对，是他创作的。嘿。还有不会但是听到后面那是英文吗？印尼文。印尼文。对。我还有听到斯班亚是什么？斯拉曼亚。斯拉曼亚是什么？它其实是一句斯拉曼亚迪西尼menunggumu，就是斯拉曼亚迪西尼布鲁布姆 menunggumu， menunggumu， 就是我会永远在这里等你的意思。哦，那还有什么阿姑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阿姑金达巴拉布。哎，对对对对。
我说我没有乱讲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对 ，I love you。我爱你叫阿古金达巴拉布。金达巴拉布哦，就是这个韩国我爱你这样哈。啊，那这样叫什么 ？Money。啊，这个拜托。不是啦，这个怎么叫 money？ 这个叫什么？你有点气质一点好吧？啊，原来学起来了。啊，哎，你为什么会唱印尼歌？因为妈妈是印尼华侨。啊，是啊。就是妈妈在17岁以前是印尼人，18岁以后就是台湾人。17岁以前，哦，他18岁来到台湾跟工作。哦，他是印尼哪里？他是坤甸，在加里曼丹岛上面。哦。对。哦，不知道。就是最大的离岛。哦。印尼最大的离岛。再去。最大的离岛。对。OK， 哇，今天2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演出哈。对啊，还有那唐先生的公平哈，来比欣赏。尤老师。雨涵那松柏唐多你创了一个创作曲，给我一点数有始有终，虽然很简单然后，但是我松柏有谈过，就是我有跟你聊过的嘛。其实你个人那个风格显现哈，其实很强烈。那雨涵你的唱这几段的这个印尼话哈，哇，非常有 feel 哎。什么非常？我这个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反而刚才给哈嘎嘎部分哦，你压得太沉了。压得太沉的话，声音哈 update 嘛。反正他嘎那部分从来没按后，所以你可能我上次有给你建议，就前声部的部分然后可能要特别注意哈。但是你刚刚唱那印尼话的那个部分哦，哇，非常的棒！你整个这个创作艺人特质的部分已经显现了。我觉得印尼话这部分会是你一个很好的梗。但那的比赛的他嘎部分哦，可能要注意一下你前声部这部分，还有讲个气音高音的部分哈，可能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分数会拉得更高。今天给你非常恭喜。恭喜！我在这边要跟同道的乡亲朋友讲，大家看了节目当中福气，因为这首歌曲係雨涵啲 KKBOX 風雲榜裡邊度當厲害的歌曲哦，大家有看，已經有在這音樂平台裡面，是非常成功的作品哦。還有佢啲同道的比賽裡邊度，包括我們華語駐業的比賽裡邊度都看到多啲哈。古時講。鎖定我們這個鬧熱打擂台，再看到韓某 Q 的雨涵，這首歌真的很棒。好，雨涵還不止這樣，森林之王的歌唱比賽有沒有？他去耶，他不是去比賽呢，他是去踢館的呢。嘿，那天不小心看到，哎呦，哇哦，當魔王，對，是踢館的。所以你看，當魔王的來我們這邊比賽，對。对，他其实来不是比赛，他最主要是发扬客家歌曲文化，有一个使命感，让大家可以听到更多更多元的一些客家歌曲，对不对？好，谢谢你，辛苦了哈。大家都辛苦了。讲到好像分数看完了，对不对？分数还没看完。对。翁一涵的分数。眼流在江風，輕輕在高處下要超走。我相信你要跳歌一首歌的青春要上一本係天當嘅媽媽。因為我媽媽在我大學3年級的時候就過世了，那時候就是在學校，然後就突然接到電話，媽媽就投遺言紅。愛都相愛留一見一面。同樣都屬於自己。哎呀，假如天發，如講阿婆嘅腦中風，我有冇法都馬上顧及。因為你在上班。對，然後結果下班很可憐，下班下雨，然後跟時間。翁一涵的分數。恭喜你96分啊！今天又找到这么棒的老师跟你一起搭配，对，希望常来哦。谢谢。好，下一个给你报哈。来，好，接下来是伟伦，客家话怎么念？李维伦带来杨柳抢逢。岩柳情，完了！我刚刚就是还没回过神来。来，打开条，打开条。
今晡日耶穌歌曲啊，我送俾我嘅阿妹，感謝佢一直鼓勵我唱歌嘅，每為安尼無卡付出動刀。雖然啊，以後在天堂嘅另外一片，唔過呢，耶穌歌曲希望唱出對人嘅思念，唔係做得糖一道哦。唔是一好夢，天茫講住紅燭。不管有幾多煩惱，不是對人講，眼流你嘅個夢，流汗啊流水哦，心肚裡只盼望幾個聲音嘅有重用，叫我將綿綿嘅把手，一個人嘅重量。一座一座萬馬山條，心思情迷空。落葉流在江風，鏘鏘在高處還有秋冬。將春夢漫影夢，未了家庭誰有幾多？眼流下點點錯，錯點糖。故事慢慢講，也不愛照顧你的路。有時故意唔去，散步是摩托我。希望你身體愛健健康康，好定都向前方。流夢將綿綿嘅把手。一個人嘅重量，一座一座萬馬山條，心思情迷空。落葉流在江風，鏘鏘在高處還有秋冬。將春夢漫影夢，未了家庭誰有一朵？眼流下點點錯。錯的但故事慢慢講，也不愛照顧你的路，也不愛照顧你的路。罗文玉老师的歌了啊，是，描写美浓的，烟柳清风，董后堂那条歌曲，这个罗文玉老师也是一个很棒啊，杰出的一个词曲创作者，也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你有想写你要条歌耶穌歌的青春要上一本我天誕嘅媽媽，因為我媽媽在我大學3年級的時候就過世了。那時候就是在學校，然後就突然接到電話，媽媽就頭胰炎紅，可是時間當掉，生病還是生病，突然間就是跟心血管有關的，然後佢當時就肺炎嘅，就到醫院，佢天年就過身體咧，時間當掉就去醫院嗰個急救就過身，就心肌梗塞那一種。類似，所以心臟問題就是有時候，它很快，對啊，就是有時候心臟是衰竭的，就那個，佢其實佢當時有動到嘅那種類似選秀比賽啊等等的，其實我一直都期待就是有這個機會，因為其實早期有非常多的那種選秀比賽，我就想去參加啊，就問媽媽講，我做得去比冇，其實媽媽可能唔想傷我的心，她可能就會講，我咩評審欣賞啊，我唔欣賞啦。今日嘅樣時咩落去開玩笑講，好啊，今日有一年係喺去到舞台上當講嘅時節，我就唔會咁慘，我唔會講，我就按嚟開玩笑啦。唔過入擺機會，我就當上來媽媽講咁子勢，係啊，就其實就有這樣的機會，當上來給講咁子勢。其實阿金碧沒有帶，大概是我，就是你有帶媽媽留給你的對，我大概我就是滿月的時候，小時候，然後我滿月的時候，媽媽其實有買那種滿月的禮。可是其實亞洲我差不多20歲時候給張本愛，因為生年呢冇辦法拿一些東西嘛。對，父母親都會把這個留住啊。然後就是對啊，
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在他身上好像就是这个妈妈老去给穷哈安呢。所以随时都会把它放在周边。其实因为伊米亚还生你呢，我办法做唔个东西，系啊，我平常时我帮到给包包底度啦，做本来去搞一张纪念嘛呢。对，很好的纪念，对。哇！听了有时候这种我们的自己的亲人这样突然离开，真的是，尤其那种自己的爸爸妈妈。对啊，你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应该在现场，你应该哭不出来吧？讲真，竟然冇叫我们出来，反而是越亲的人，他是越不知道要怎么去接受，因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但你可能事后啊，所有的事情办完以后，你在一个人激进的时候，你会突然想到怎么这些事情那就崩溃，那就崩溃。可以用是当年做半梦，真紧当年，冇骗你当年，就梦到妈妈就喊出来。就意思讲佢可能去外地啊，也问佢地方聽聽。太想念他了。一下冇辦法接受這個事實啦。OK 啦，媽媽現在對她去當仙了。係啊，當神了。好沒？媽媽一定會過得比我們還快樂，還好的。好。我們在人間其實在受苦，你知道嗎？對不對？其實我們比較苦，我們要接受講評。對啊。講得不好又要再上一次心，這個傷人家的心要交給誰來做比較好？哪一個比較會傷人家心？羅國宇老師不會啊，羅國宇老師。因為人家聽唔講媽媽故事以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講，唔創業是過嘅時間，假使講唔對。媽媽嗰種這位時間嗰種強鬆面對嗰種態度，拿嚟唱全世界首歌曲，可能會更到位。你給你唱一首歌曲，不是你唱得不好，你要留，你自己個有個實力水準要拿出來。但是我還不會建議就講，要是我他的悲傷度其實沒有那麼滿，凡是你把它唱滿了，這首歌應該如果你我也方式來表現淡淡的悲傷。像講朋友的故事同樣，就像唔講媽媽這個時間冇叫哭不出來，因為感覺還蠻多嘅嘛，不是那種大悲大痛那種感覺。那我覺得你今天把這首歌唱得有一點點太滿了，情感太濃烈了，好嗎？好，加油，謝謝。好。各位老師，有點應該安尼講哈，各位老師安尼講，也咩係想法指引。應該講，假你啲聽講故事嘅時節，係講你成聽你講老媽媽嘅故事，我即個嚟聽唱歌嘅，除非當有感覺。唔過假唔係假係點多盡嘛。你看人家啲講故事嘅時節，其實係冇感受到太多，你啊情感度也係講你表現出來嘅感情。其實你的中高音很好聽。你第幾其實唱得當好，唔是一夜好夢。跟我彈歌，比賽嚟最後彈嘅一句。唔是一夜好夢，天茫公主紅妝。接下來我發現你有很大的問題，就是說唱歌嘅時嘅表情當中要，唔單止係唱歌嘅表情哦，自己中意看電視、書啊都做得做，唔過要適時，不然會干擾到你整個唱歌，好冇？加油！今日係表現當好啦，加油！好，我們這裡看一下改個分數了哈。你別人分數。哎呀，還不錯哎。91分，分數1好啊，恭喜！恭喜啊！啊，繼續保持啊，分數要更高，更好。好，冇問題。恭喜恭喜，回座休息哈。好嘞，是好嘞。吳浩宇帶來按叫木間。哎呦，好嘞，彈過啦。基本哩，我愛唱嘅歌曲係陳奕迅嘅《按久無間》，我愛唱本對細路傾向我阿婆，希望基本哩可以創造更好嘅成績，咩希望有會關注。來到人嘅相思，行過來時嘅路，
母爱给你的很勇敢的故事，那等本嘅相片，舒适的给一条街，但将梦冷的画面，而你转移给年，不会敷衍的出现。在故乡的无通前，爱会带灯照明，走在旁边，老人坐等讲以前，爱当相爱老人见一面，款款水开改变。无故意讲从前，单枪走点，对人讲一记，单枪讲一记，安求无见，会敷衍的出现。在故乡的无通前，爱会带灯照明，走在旁边，老人坐等讲以前，爱当相爱老人见一面，款款水开改变。无故意讲从前，单枪走点，对人讲一记，单枪讲一记，安求无见。无歌的好唱的啊，秋林的歌本创摕的。没想到这首歌，贵客家话，还蛮有味道的呢。我觉得客家话很好听诶。你有想过唱哪条歌？以前我去桃园读书的时阵，然后去罗贝打工。啊，嗰时阵不听，我去卖电影票。哦，在卖电影票。卖黄牛票那个。冇啦，不是正常的啦，哈，柜台电影的，对。啊，俺路交天发，路讲阿婆给脑中风，我俺路谈什么给脑中风，然后这种中风感觉还好，可是脑中风很像，有点严重，很严重。然后俺路冇法都马上跪。因为你在上班。对，俺路，俺问家里路冇马给同我讲，可能怕我太担心这样子。对，然后结果下班很可怜，下班下雨啊，然后边骑边哭。下班，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没有，我骑回家，然后隔天一大早的高铁快点赶回去这样，可是就来不及，来得及了，可是就没办法讲话。那时候很严重，在就是整个加护病房，好像是脑右边还是左边会影响到讲话。对，所以就没有办法。刚好有救回来吗？有啊，可是去年走，可是我觉得走了对阿婆也比较好，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动这样子。没有办法对，是完全没有，只能发出啊的声音这样。那这样没人懂辛苦，懂辛苦。对。好，所以用这首歌。对啊，想念他，阿婆安久好梦，纪念他，对，对啊，所以我也是有属于我自己想念我阿妈的歌，对，思念来结果，这样又要打一下歌。不过说呢，你这个情形跟我那个时候是一样，我那时候，我在太阳城作秀嘛，
那时候还有秀场的时候，白天我在拍戏，然后晚上在太阳城做秀，然后就做秀因为很累，我就坐在椅子上就靠了眯一下。我唱完第一场，第二场要唱的时候，就他们说我的电话，打到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大哥大总机那边还没有，就打到总机，然后我接了，然后我二伯就打电话跟我讲说，罗斯峰，你来下来冇？你来转来冇？我讲因为前两年当转移啊，因为前两年阿婆走脱嘛，阿婆走脱我当转移，我讲等阿婆出山的时间，我当转移嘛。然后冇好啦，看你来转来冇？系啊，我安样的哦，冇啦，冇事情啊。我就怪的，怎么突然打电话？对，然后我第二场我就唱完我回到家的时候，电话一来，我妹就一直哭，就说我爸走了，那个难以形容，一下子，对不对？哇，我钥匙拿着，我就要开车，我哥就把我不行，给我开，然后我哥开，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从台北开回到三义，这一段路好长哦，真的。回去家里看到2副棺材在那边，哇！我的事情你哭什么？不是，事情都过了啦，过了，我们要。开心的过每一天，开心过每一天，不要去想以前的事情。好了啦，不要谈了啦，老因为想哭。这是上一张的，我更想哭。你不要再。好了，我们来唐老师的公平那里，好不好？好，慧茹老师。好，浩宇，我觉得，根本听你唱《两首歌曲》，我觉得比。你有听进我上一次跟你说的这个提醒？我觉得你在前面唱这首歌的时候，很稳定。好，这整个心让我可以感受得到你的稳定，跟你很安静的在唱这个歌。我们唱歌，如果在唱慢的歌的时候，比较这样的歌的时候，你的心境要放下来，让自己稳定，但是不要忘记唱狗跟位置，共鸣位置不可以松下来。让自己这样沉沉的，所以你后面因为你要很谨慎的把它结束，你非常用心的去唱，你那个时候的共鸣位置非常的漂亮，你发出来的声音就非常的漂亮。回去想想看你最后一段怎么做的，回头把这样的东西也放在前面唱歌一样的位置，你整个的那个 pitch 音准跟那个声线就会更棒。好，唐海生我的意思吗？好，嘎友，我觉得今天很感动。好，谢谢。陈老师。好。浩宇哈，松柏那个比赛以前我在线下我有跟你分享一下哈，你要冲个吉卡嘛哈。那听一点懂重要，你每一句的尾音一定要收回来，因为每个尾句你因为气音出去的时候就断掉，所以像你平常你用讲法哈，爱东向老你见一面会回来嘛。但你每次唱歌，爱东向老你见一面，没有了，面就没有，而且是每一句每一句哦，所以这个部分你要改变的话，我看你非常有潜力，好不好？加油！好了，来看一下分数了哈。来看准浩爷分数。好。容易哦，救生衣服，好，开心了，笑一下。还 OK 吗？可以啊。OK 好。好。这借机也要这样。我有。什么啊？不是，我是说他这个富人家，结了婚以后还这样子。就跟你讲说，在外面不要讲是。看不出来。好了，恭喜啊！谢谢，回座休息。好，传统到天衣礼拜一分钟哈。好了，来，介绍位置是。恰奇嘅先生，李秋霞先生，林正英先生，天书峰先生，一礼拜要唱到恰奇嘅先生。今日有主题哦，主题係乜呢？
记得你嘅愛，因所有參賽者呢，愛創意事業嘅歌曲就係一山歌，嚇，愛獻給一個你生命中最重要嘅女人，媽媽，嚇，當然啦，除咗個媽媽，某天唔係要阿婆要咩供養啊，嚇，表達你對佢嘅想念而留嘅感謝，但是除咗一個情感嘅一個表達以外呢，最重要嘅就係喺條比賽演講嘅。牛師啊，嗬，要咪做嚟講麼？班友要猜麼？嗰次我記得，哦，一天我記得咯。當重要哦，加油！好，安主席，因為聽過母親節，他個根本一個主題一定會圍繞着母親的話題。對，哎呀，來，有請到 TVB 嘅乜嘢呢？林憲松帶來三個字。來，他看啦。自細落學做咧歌星，你又熱愛。然後阿姐點解就唔來照顧我，所以當辛苦。我今日來從了過咧，實際感恩你嚟照顧，我哋加油哦！梦自了是那流，父母了心难，让永恩了岂能撕坏了尘难。温顺了年那年呀，行好了顺啊，子孙享了春啊，吃满了金囊。兩位主持人哈，你好，一首歌誒，我送伴兩三年。兩三。啊，一三。我爸爸，我媽媽，有阿姊。哦，加三年，哦，3年，嘿。你媽媽唔係懂寫時節做。6歲時其實歌星嘅。6歲啊，跟你對佢印象已經模糊啊。全模，是看相片呢？有相片嘛？對不對？有班相片都冇。冇相片，冇相片，跟一點嘅印象都冇啊！係啊，頭擺是講，唔過6歲，唔過阿媽歌星家係有啦，一啲啲嘅印象。而家是6年歌星哦，是咩青菜歌，家有點點嘅印象嘅。哦。但是這個阿爸啦、阿尖啦、我阿姊哦，我4個阿姊哦，是很突兀的，挺辛苦。因為他講林太狗小時候很調皮，就是捉弄人，很調，對，看不出來很調皮，都會二姐阿姊吼，對，在管教他。當會推矮哦，會哦，特別慘啊，吃飽唔讀書所以教人字讀書呢，就真係是。哎呀，你幾慘你都是？太熱了。太矮了，7、8歲哦。哦，7、8歲哦，做得啦，都佢小6年，6歲，啊7、8歲19歲哦，佢嗰陣時應該咩輕調皮嘅時間，輕叛逆嘅時間，哎，都很輕調皮。哪裡出氣？都笑呢。個阿姊太姊有家庭的啊，個是對你姊。來，唐先生嚟講評。謝老師請。好，林太哥，今日帶來一個3個字。
其實像林太哥佢嘅送吼，當時啊創人家嘅山歌，因為樣辦呢，佢到以前啊，我聽嘅雷片這個唱嘅有呢唱到東江度，但是各位啊，講到東江，唔是講一天內同佢調動高音，也嘛解，吼，唔像佢邊唔講望子成龍。父母了心呐，唔要同佢調高音，係唔會差。但是唔本身嘅聲，能夠有配合到來。到面段子孫相傳，吃飯見面時間，聲就多聲溫啦。吃飯了金蘭，將佢邊來唱，是你熬緊張啊，原來要做親家，但是你調到高音嘅時間。快啲硬邊上去落去，聲就會有力嘅味道。也自家以後，嚇係面腔係要按到時，自家就要注意下，嚇加油！好，加油！好，哦，咁就看一下阿松伯嘅。好，林天松嘅分數。哎呦，不就差送一分哦。送200多分，90係啊，90嘛，哦，進步2分哦。哦，加油加油！好，啊，安志先，好，希望大家好，專業當中安志先。好嘞，接下來呢？總會贏得了平板。來，唐啊。姑娘了因啊真啊，基本上我來感謝我太太。當初用嘅腳到幾咯？個後生先講啊，看到該橋咯，佢最講啊，就腳嚟咯。哎呦，英雄好漢，因為我媽媽伊迄安尼老眼大擂台嘅忠實粉絲。真係一件乜嘢？參水朋友唱歌嘅歌詞，佢彈一遍就記起了。不過有一次吼，冇人唱歌嘅哦，我要教你唱，唔唱幫我彈，嘿，我就會了裡面嘅歌詞。我建議為留大家分享，我跳擺細細嘅時節生活真辛苦，尤其係我媽媽非常辛苦嘅留兄弟姊妹土台。我建議為留兩書平板獻給天上嘅媽媽，希望觀眾朋友讓我分享我媽媽嘅故事哦。你好，嗨！兩位主持人好，有首歌要送俾我嘅媽媽，我忙結婚結束做睇戲嘅，佢係很有印象啦。喺頭擺太感人嗬，我家阿公嘅嚇，
刚动都田，心甲田。敢若算迄是小康啊，毋过同我做事，我妈妈非常嘅辛苦，非常嘅会做。亲做就风雨，性点就风雨来了。俺种有有白字嘛，白字嘛系啊，大家严重下度啊。哇，你爸爸按身体按好啊！哦。咁我妈妈那迄副卡有农忙割无嘅时间吼，咁我这是开店先去，我后尾见的是团我去做物解。你去做物解？你是啦。唔系，我嘅爸我妹妹去生人，我妈妈都甲做事啊。哺乳。生人啦。是我妈妈嘅啊。像唔个细细那唔係啦，是我媽媽嘅靚啦。哦，这是一个满满的一个回忆啊。同好嘅，同纯洁的印象嚟呀。至少妈妈停留体呀，印象底路是美好的。美好的，对，是一个很伟大、很辛苦的妈妈。好，所以今日一个字都描述到嘅妈妈。好，安尼来看一下，你坐低嚟嘛哈，来谈一下欣赏的功。唱下欣赏。好啦，袂言吼，甲讲诶，因为思念妈妈，我感讲伊感情可能表痛倒落去，所以伊创过诶时节，佮要团结，毋是甲有感觉嘛吼，气味不足，了像迄年真紧爱过节诶所在吼，一年透甜诶甜是迄时节，一年哦透那甜呐。你天呐！我本人感觉你就咪做得比较较无延慢吼，还有风太痛爽的时节，你属音是感觉短，哦，老家娘本人感觉你团音老家啊，老家娘哦，你老家我本人感觉老家娘一个团音。风海流淌来上啊，老家娘啊。我有讲你的缺点，优点是讲你的表情真好哦，但是你缺点还能够改进。我相信哈菲你会给加好的成绩出来，加油哦！好，来，考分数。周末赢的分数。90分。90分哦。上礼拜对不？90分，上礼拜嗰次唔記得啦，係啊。啊，較扁掉哦，係4禮拜。追上來，加油！哈，按姿勢，哈，在力量錯。來，上下來。夢顯發帶來三個字。好的。大家好，我今日來感謝我嘅父娘，我讓我父娘結婚將為40年來，40年來佢係照顧我嘅成員啦，照顧我嘅老人家，佢係我最親最愛嘅父娘，感謝佢40年來嘅相伴到照顧，相信我會永遠幸福下去。好彩哟不那娘，来相傲天呐，已经。
老公你好。啊，主持人啊。嘿，你好。哦，有今日主题啊，基本上我来感谢我太太。太太，我孩子的妈，母亲呢？我孩子的妈，也是，你孩子的妈，小孩子的妈，也是很伟大的啊。你多少生意呢？两个生意呢？一男一女，一个好。好，错一个好事呢，挺好呢。穷一点，穷的啦哈。嘿啦，可以啊。哎，银发说，哇，很漂亮呢。对呀，哎呀，当时就是他被那个银发说杀掉的。哎，因为特别抢到了，罗亚威。你太太有了呀？有啊，有了呀。头前个奖个就是。哦，哎，真的有奖哦。不好意思，很像外国人。真有哦。哎呦，你当初用的脚多几咯？个后上先奖啊，啊，看到其他奖啊，呀哈没动奖啊，后上喊他奖，啊，看到该球喏，伊最奖啊，最过起来哟。哎呀，这其他的呢？其他的。所以人家迄外贸协会，该有比较的嘿，你外贸协会，加迄啦，加算迄啦。哦啊，问题是讲啊，几球呢？啊，其他奖，按你脚技做脚的多。有加千3万哦。脚千球。有乜个公式啊？你啊，面包公式。面包。什么叫面包公式？钱的。而家没有那种面包，而家当位是面包。当一就是面包，那当一是面包店买面包送那些，最贵熊的那个。我因为量价，不是当一要送啊，你送量多，哎，会发的，因为量价。给后才给用时那个面包还便宜哦。哦，你今天发好那个五宝村面包跟1.8给他绑住那个。跟买米。哦，呀，我做了抢高人太太啊。这么多男孩子，你为什么会选择他啊？他也没有长得很特别的，看他很老实啊。很老哦，选老实的，因为对偷你老实的啦。对呀，老实啊。所以你也不注重外表的，就对了。外观。人家说无皮黑嘛好。哦，黑嘛。啊，你那时候那么青菜哦。对啊，青菜公公啊鬼。多嘞啦，时间多嘞。托安酒托馍讲究啊。讲究啊。无皮黑嘛好啦。嫁给他以后，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对。那有没有很辛苦？还好啦，还好呢。很辛苦哦，很辛苦。像爱对，太太来了。爱出去我嘅做他要做些嘛，按当然。全部每期都在照顾我的生意啦。你去多年？你太多？差不多7、8年啦。7、8年时间就让他独守空闺啊！对，我都没有回来吗？当然还要赚失败啦。哦，那个时候，他自己一个人要面对哈。都开所有的太太先生啊，还有娘爸爸、娘妈妈，还有家爸爸、家妈妈的，全部佢哋照顾。伊照顾啦。今日太太来到现场，按多年嘞。有冇办法当面的讲啊？老婆，我爱你。谢谢。希望有得幸福一生人。啊，什么太家？什么？唐下那位先生来讲啊。因为今日唱嘅歌嘅係記得人嘅愛，一歌詞可以寫到人對答，你個心都可以發現啊，啊非常好。但是哈，我講嘅係你聲音啊，人嘅高音、中音一講。但是人大音都要查一試咧，所以你聽機嘅嘛要估假嗬，後背大音都會有個查。你啊嗰次地位嗬，我想可能建議一下啊，非常好嘅司機，但是千後背一記啊，意見真要很複雜。喺我嚟講，我嚟建議我可能舉個公婆幸福牛架架。哦，要合標咯，嚇含義要合重，嚇本作就參考。上千叫佢最危機哦，當我。所以我看嚟過後，我哋專門寫詞嘅嘢啦，就會有陣嘅感想，所以講你教落去係咪較好？好，做則參考哈。我要學下。開始然後嘅插咗一個詞機都冇用用。牛架架咧。哎呀，公婆咩多牛架架。哦，咩啊？開多牛架架嚇，好。公婆and愛牛架架係最意思句個。好
好啦，来看本书好吗？王一发本书。哇哦！哇，你看新华嫂93分来呢。现场加持以后的不一样呢。你应该每个礼拜都要来，对，他才会这么高分。是，对，你都不知道你没有来啊。从二抢杠，他实在分数有嘎嘎。哦，哇，我注意一会，加油，继续加油！恭喜啊，我那个。是这样子的。哎呀，好，还辛苦了，加油！好，还是这样子，好，这边然后走，好，谢谢。他到现在都哭出来了。根本没高兴的哭的，那个叫老目油。好了，撒下来。对，吴义准带的肉三哥。当然。大家好，我妈妈今年96岁，她是我们老年大擂台的忠实粉丝。我今日带来一首歌词呢，是妈妈亲中意的歌词，希望我唱的她喊我会喜欢。妈妈，我爱你哦。两位主持人好。唱到呀，唱到呀，那个冠军歌手哈，今日安尼主题哈，妈妈还嘛？唔咩主题迄。他没有不好意思。那个爱呀。嘿，我唱不我妈妈弹啊。问题那个歌词都讲食平龟、樊梨花，哦，乌龙茶，因为又还有乌龙茶啊，这种事情。因为我妈妈好啉乌龙茶。今年96岁。啊，佢係俺哋老年大擂台嘅忠實粉絲。真係一記俾你睇咧。參賽朋友唱歌嘅歌詞，佢彈一遍佢就記起來。厲害！有人係中秋節係專意看佢啦，就講都個閒聊啊，聊脾氣聊下，其實講記念歌詞，佢慢慢唱咁個歌詞，念一遍係就唱一遍係就記起來。不過有一次吼，無人唱歌哦，我要教人唱，唔唱幫我彈。嘿，啊，做迄啲今邊也歌詞，所以個歌詞係媽媽念本堂誒，啊，你就比旁邊嘅記起來。佢透過細年嚟看戲啊，希望當糖到嘅啦。哦，啊，拿過來個改一下呢？唔是改啊，做原來嘅啊，原來嘅故事啊。故事啊，但是佢因為媽媽教佢嘅。係啦，佢講因為佢90人歲啊，想就唱不佢糖，安尼。感恩佢啦。對啊，啊，今年也個最愛嘛，對嘛？係啊，佢年96嘛，啊，佢43歲才將我
甲6岁甲差不多50岁呢，伊去烧鱼公司等于煮饭。啊，伊去甲，其实嫌烧鱼公司甲同事啊。啊，嘿啦，其实嫌个同事个，唔着做唔得嫌爱，无嫌伊妈妈。嘿，哎用叫我当建设啊。嘿，佢讲建设嫌爱阿嬷就做得嘞。啊，太监人做个。记得我做那道题嘿，系啊，佮同事做我想哦，佮唔要夹毛的，唔要建设，夹笋的就是啊。佢意思讲，50岁，又还带了6岁。生意呢，系啦，佮几不排泄啊，按到说很凶咩？是不按人就不小心的。个调班人嗰啲吼，个这个年纪太个什么，我用传统嗰种心态啊，我哋40岁还咧强啊，啊，嗰下有当感恩期嘅就係我90年甲老先生分開，那個先生啊分開咩？啊，佢看到我嘅。就生活較拮據啊，佢就有年啊轉移了，佢就拿錢本嚟講咧。哦，寫錢本。係啊，佢講係我點清楚。啊，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冇留嗰個講係嘛？唔係我講，唔一冇講。哦，冇啦，佢看在眼裡啦。對。做媽媽嘅事。佢就當關心去甲做。一聽你啊，識得做媽媽。係啊，蠻嘅，親切嘅呢。最關心就係子女嘅身體健康，還有比如也家庭也婚姻啊，尤其是女生，她更擔心。媽媽啲啲看節目嘛。有。同媽媽講嘢吧咧。媽媽，我愛你。嘿嘿，母親節快樂哦！哈，有閒時間當然你節目現場哦來看嘢嘅。讓冠軍好好唱歌嘅嚇。嚟飲烏龍茶嚇。好，安尼唱得了，嚟唐先生講評嚟。係，秀峰先生。好，以前金片吼，講實在，平常時表現當好。安尼就提講，金片要講乜嘅？金片了了就緊張，我知道人嘅想吼，本自家吼就縮起來嘅。吼，尤其第一句吼，食茶愛食烏龍茶吼，唔計面前那個吼，食茶愛食，你也代表吼來唱唱誒，人家人來唱唱，嗰時候喺我做唱那個烏龍茶嘅時節，人家戲就不足誒，你彈起來吼，就安尼知道，誒啲首歌誒吼，一開口就破壞曬咧，吼，韓國多啲個誒當然你喺媽媽係冇唱嘅歌詞，唔過吼，就啲歌詞嚟唱，本來就唔好唱吼，寫言歸。你要嚟唱嘅吼，千唔好嚟嘅遠吼，韓國多啲個移山倒海，辦理法強讓唔唱嘅吼。強讓咩後輩嘅戲就不足，所以彈出來就會有一種美中不足咁樣嘅。好，加油哦！好，謝謝小鳳老師哈。誒，安尼就看見個分數啦。好，一直呢分數。世上為了太陽。哎，媽媽哈，脾氣當好，這一生中啊哈，一生氣的事情是因就對我生氣啊，就是說。世界上面有個小甜甜的卡通片啊，東河款。然後呢，他叫我把那個小雞啊，哈，寫蓋子啊，把豆蓋蓋子皮啊，我就那對，那一周講，他們家對方就把小雞打死他的。你是不小心的，是不是？就中小一款小甜甜，看小甜甜就剛剛把我打死了。一直呢分數。90分。哦，真係冠軍歌手啊！上禮拜95分呢。係咪？哦。因為凊彩創啊，你都分數還高啊。係啊。下禮拜認真創。係啊。好。哦，也貴嘅冠軍，嘿。勢在必得。你希望哦。加油！好，安子姐，好了，回做休息。好了，殺了。用朋友帶來平板。來。我嘅媽媽才20歲，佢是高薪嘞，啊都已經2班應該未喊係發現媽媽小孩子嘅時節，佢都圖愛上學，所以根本日從一條發現媽媽過來幫我媽媽提下有啲。
的爱来报答，天空里灿烂色能，已经快要用那。李思仲，李思仲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哦，李思仲也内容係咩回事？天本反映我嘅媽媽，母親，係我嘅媽媽嗬。媽媽也40歲，冇錯嚟，40歲佢就走，我哋想到佢就不捨啦，所以佢下眼後生嗬。雖然你有一個，按要像講嘅。媽媽佢頭擺當苦嘅時節，從頭愛買菜啊，按細年嘅時節咯，難得佢要按突然啲上學啊嗬，咁無係好作，兩字我又無係好作，嘅塞個路啊，塞條路，行幾點鐘誒，上到就木子就會流起來喲，從你下好辛苦哦，喺做地講你下行出嚟講，我唔知樣班人嚟好想佢這樣嚟講，所以啊，上去後就會感覺當唔深深的吼，人生要懂得啊，講真要懂得遺憾啦，吼，迄安尼愛情的情緣，按做都做的，對，可以來唔出後順意就這樣，迄有出嚟還沒90人歲，講我媽媽頭擺吼。個白人見哦開當然去賣啊，開到個白人見人開去賣，就為到愛賺錢，按床按開去，殺速度平內平啦，就頭擺有苦啊，好久誒，爭有山東啊有個小貨攤咧站個相思樹啊，後我要開我要小貨攤，一到錢就拿去本佢2平，要無2多啊。哦，特別醫療冇安好啦，冇辦法睇啦，有樣係，真的，是可能病佢按人走，冇辦法，人生做安尼，其實講較開條誒，我也講說對安尼人生嗰種事情哦，寬動開，因為周邊的情緣慢慢一則誒離開，那哦，原來人生做安尼啦，生老病死，就這樣，其實看開一點，不用想那麼多，真係啦，所以講有愛人咧機會，本來愛人懷念佢充滿大家庭誒。對，按照把握當下，好好的活在下。哦，這個情感車係。好好唱歌誒，好好做理事長。好，好嘞，好好發揚客家文化，來邊欣賞就講評。好，你彭玉芝哈，佢俾帶來一個平板算苦情嘅，嚇苦情平板。當然啦，一平板千度出強運。講起來，三大條記錄最多強運呢，就係一個平板。啊，而佢俾創業苦情以外呢，還有一個班後。但是呢，佢俾彈一個歌嘅彈起來嗬，唔係喺愛彈慣嘅，以前李雲祥先生佢創嘅歌嘅。咁講佢俾對一個歌嘅嗬，要創出一樣嘅歌韻來，但是真實嘅味道係冇要創出來，一係乜嘅原因？第一，而愛上去唱。佢接到去時常去同佢唱喺地下微韻而嚟轉，所以我已經發覺到，人嘅轉韻嗱嘅韻腳，要到做咗無親家。阿傑咩人唱嘅呢？就要冇講完全簽到位啦，但是已經有嘅樣嘅出來嚇，誒感覺出來，所以一天我再繼續加油啦嚇，好，感謝先生，係點咧？點真先生？彭玉芝哈，唱嘅哈完全就係苦情味啦，就像老師講嘅哈，但是講冇到位，你啲苦情都唱啊哈，就想起了，嗰種嘅機味哦，係假調嘅嗬，我看下好。山歌老流行歌無共樣，發生嘅鋪位，唔條下起言啊，起聲啊，嚇唱到咯以後，一個山歌嘅朗調嘅味道濕走出嚟。你唱嚇，唱條下嘅乜嘅
嘛个海军创个个胡萝卜个个树啊吼，个高路个种喜人创强吼，个有无重要。哦，嘿，了伊讲，两项来想起来就讲，有台湾咧苦情面个果个吼，伊当然好创哈。然后伊讲到迄个就上了阿上哥。阿上哥夾個玉米是非常嘅正，但是今日也個米啊，加條嘅米頭落去，米酥啊、鹽啊加條嘅，我行好，加油！好，就是這樣子，好，我看一下兩個分數啦，來。係有冇呢個分數？你過分啦，以後啊，恭喜恭喜！好啦，安子生，謝謝哈，在畢業當中，謝謝。好嘞，撒下來呢。馬淑美帶來3個字。來談個啦。媽媽雖然因為從3個，不過幾大禮拜會準時收看節目，讓我加油打氣。今晡日透過節目，從一書3個字，獻本一生心路照顧我哋嘅媽媽。情流似那海洋，南飞了不难，等人修了米阳，花彩了心呐。哎呀！主持人你好。你好，你好。俺家嘅內容係講到乜嘢？哦，媽媽。媽媽。媽係媽媽。媽媽。佢哋係成人吼，是講脾氣當好啊。不過佢當辛苦做事，他的時間幾乎都花在工作。跟小孩身上。對。還有上嘅時間啦。係，我係農忙時間，佢就會幫忙做鋼天啊、哥哥啊、10天。哦，挑辦演做係安尼吼。係啊，我媽媽吼脾氣當好，這一生中啊吼，佢生氣的事情是因為就對我生氣啊，就是說。誰世界上面有個小甜甜的卡通片啊，東河口。有一個女孩叫甜甜，從小生長在孤兒院，自立自強有信心，前途光明又燦爛。哦，夠了，哎，小甜甜。同年代的。對對對，真的就媽媽就有一次啊，就叫我。所以小甜甜，她的腳都是甜的。哎呀，哦，對啊。有一個女孩叫甜甜。她唯一生氣的事情哈，是講，跟動保小甜甜的卡通片。你不要再吵，他要再從頭再講，因為他如果沒，他這個人應該是沒從頭，他會不知道從哪裡接的人，對。係啊。對，他會從他，我媽媽脾氣好濃厚。特別我媽媽同重嘅咧，好愛生活，啊，唯一好對我生氣的事情哈，就是什麼小甜甜，好，然後呢？然後呢，他叫我把那個小雞啊，哈，洗蓋子啊，把都該蓋幾啊，我就把它趕到籠子裡面，對，那一走拱，喊要的喊就把小雞打死他的，對。你是拿棍子打他？竹子。竹子啊，你這打死啊？對呀。很小。
哎，对呀，对，哎，大概这么大只吧。又急。哇，给你这个对头班人来讲，110个是一重要的生命。系啊，我妈妈不爱事情是2件事情，不然我妈妈脾气当好。你从来忙是不妈妈打过骂过，因为答应，对。你是不小心的，是不是？就都喜欢看小甜甜，看小甜甜就大家我打死，对不对？哎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懂美好的回忆啊。来，那边欣赏来公平啊。秋花欣赏。秋花欣赏，刚刚讲母亲节，哎，跳到公园那苦情啊，苦情跳有吗？他那个什么唱没有唱到那种鼻子酸酸的感觉，我就会想到秋花欣赏有一首歌。你做的周批哦，母亲节。用做得唔来啊，跳歌的咯，老师吐字一下嘞。对呀，母亲节咧，充满妈妈糖啊咧吼，用心吐字落一下咧吼。梨花嘞想听。梨花嘞就是我妈妈。啊，对，你妈妈，我记得以前是我的粉丝。可以什么以前现在也是？现在也是吗？对，老师拜托示范一下那种什么叫鼻子酸酸的感觉。好了，麻烦你 F， 老师 F 平板，谢谢。自古留一种奈何人，讲的全都简单。世上留一位来太人，有美母亲你看，这个就叫做苦心有到位，才会有现在的效果。好酸哦！要跳歌真的就会秋花欣赏来唱，真有弥陀经典之作，经典中的经典。我当摆唱了歌，我又会叫，我都在国家客演国家剧院表演的时间，我记得嗰样是范振中演讲，安尼来笔下老师的妹嘅赵丽媛嘛，佢哋都台下啊，見唱佢哋乜天天叫，還有個阿篤啊，佢乜天天叫，後面嘅學生們佢講，你敢糖的是腳偏隆隆田太中，淑美嘅上親嗬，條件嘅你基本條件，你講唱歌高音一準啊，動音一揚，大音一穩，你人都要注意到。唔過而家傳到檢，我感覺人嘅牛絲可能多少冇乜嘅標準，唱到檢樣嘅檢最下邊嚟，傳到檢，嚇。還有眼前四海，你唱到四海，邊有海人嘅海嘅海字，四海。海帶成海絲嘅思想，唔係海絲嚇。南回播嘅時節，你喉音多少一點嘅，所以你雖然你嘅音質非常好，但是你唱那麼一條，去轉一點高音、大音，你這個拿捏嘅種嘅條件，用咩高音唱家，可以叫阿鳳叫做高音、大音都唱嚟嗬，注意唱歌嘅嗬，加要講嘅嗬，我只按多先生講過嚟嗬，叫咩？淑美用來看看參加假拜嘅比賽，所以見嚟見進步，你本就傾天，按今日能夠念咧六強，我同你係超強數，所以我希望就扎咗，加油哦！好，謝謝。還有，快點，秋鳳先生。好，你淑美哈，今日唱呢一首歌曲哈。講實在，還係有壓力，從人嘅上人當中吼，主持人就當緊張吼，你唱歌嘅吼，還係有衝強哦，吼，係大家師啊吼，你唱唔兩牛師吼，大家唱嘅時間，此鼓仲好傳到嘅，大家師就用較強嘅方式，給
当冲人的方式来创吼，古时候嘅玉米出走脱咧。韩国吼最明显的啊吼，除了从那个等人上米，你啊西甲是创的当好，但是从那瓜菜洗米时间啦吼，略略的就走脱。个玉米就冇多吼，你喺今边吼，哈太嘅那个缺点啊样型，加油哦！谢谢老师。什么？好，按这些按这个看哪个分数了哈。好，来看马淑米的分数。申梦欣赏。哎呀，分数哎呦，目前跟那个吴一真吼同分呢。好了，恭喜你，加油啊！谢谢。回座休息。比太了，有啥都比太了。没有。对啊，大家继续加油了，还是老话一句了哈。哎呀，这位分数高的继续保持下去，分数低的继续继上去。哎，好。好了，大家喺教室好唱歌的，加入报名哦。报名专线096667人6人，还有纯正天发0227778231。好，等一下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谢谢。什么欣赏？什么唱队长？谢谢。什么小跳？谢谢老师们，谢谢，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哈。希望大家唔記得咯，今日準時收看呢。農業大擂台，農業強下來。